今日帶大家睇一個旭日豪庭喺土瓜灣嘅中層有海景嘅單位，2房，不過佢業主都揀咗1房，494尺。咁呢度最吸引就係望翻向觀塘嗰邊啦，啟德啊、鯉魚門嗰邊嘅海景啦。呢個就望翻啟德跑道區嗰度。咁啊，單位就稍為殘舊少少噶啦，一定要大執噶啦。咁啊，廳都市正好長，廚房絕對要全包執過噶啦，呢個唔使諗噶啦。咁擺晒雪櫃、洗衣機都得。咁另外枕區2房變1房，咁亦都做咗地台床，咁全部都拆得啦。2間房都係享有相同嘅啟德個海景啦。但係大家睇埋洗手間啦，原裝配置，咁發展商係華人置業，25年樓齡。